閣後家，唔係買樓可以直接碌走，但係直劈60萬喎，真係唔睇。開盤2700蚊尺，而家直劈1700蚊尺，總價110萬上車，同等嘅價錢，你會揀坦洲定係咁靚嘅航空新城啊？樓盤步行500米就直達華發商都，門口就係市政公園，落樓就係鄰里中心，俾你買餸打牙膠，全家都冇詐型啦，上樓。入門右手邊半開放式廚房，配埋推拉趟門，仲有中島台嘅設計。左手邊做咗一體化到頂鞋櫃儲物櫃830尺，玩出3房1廁。露台望住紅鶴大橋海景，攤住茶睇日落，生活過得勁滋潤。呢個項目係位於航空新城核心區，4個字就返到關口，雙3甲級醫院護航，而家仲係現樓精裝發售，即買即入住嗰隻牛圍。心動想睇樓 ，PM Carmen 預約，專車為你安排。